首先，我们要感谢的是署名哥哥，给我们在这个地方表演，非常的感谢他。好了，都过了，好了，非常好 ，OK。也感谢冲着来的青百乐团。 也谢谢伊丽莎你好我好公司，也谢谢台北 Legacy， 谢谢铁花村我们本公司，还有谢谢赞助我们吉他的法力达公司，赞助我们王外的衣服的花生烧。也要谢谢所有来看表演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 哈哈哈哈哈！